后来乡亲啊，过来这件事发生伫台中的高铁站。今年的8月，一个78岁老乡亲到台中的高铁站要来坐车，伫大厅突然间心惊塌，晕伫涂骹。当时真侪人看到拢惊到，这个高铁的护理师马上提出着体外心脏电击器，配合着心肺复活术，紧急来抢救性命。都因为这个救命的关键，让这个老乡亲豆豆啊恢复意识，即卖已经好啊，出院了。这名78岁老大人伫高铁乌日站大厅，忽然间倒咧涂骹，并且阁无心跳。迄时有真侪人来关心，而且嘛有一位高铁护理师原来看到，赶紧来做 CPR 的急救。不过，干那 CPR 也阁无够，护理师阁赶紧冲去门外，摕一副 AED 体外心脏电击器来得救人。无偌久，老大人总算状况有较好转。救护人员换了赶到高铁站，将老大人搬上救护车。迄时伊原恢复意识。当下的处置其实非常重要，给予 CPR， 那加上 AED 的电击，那可以大幅的提升患者的存活率。原来这名老人是心脏病发作。好佳在伊倒落来时阵，就护理师赶紧来甲 CPR。消防队咧讲，若是当时无人甲斗 CPR， 那安尼存活率1分钟会下降7%至10%。都是因为有做 CPR， 搁用 AED 咧救人，所以老人才会当快速恢复心跳甲意识，这是上重要保命的关键。即摆老人经过急救以后，送去病院住院，目前已经恢复健康，平安出院咯。